永升上人開示錄1，佛七開示3，往生淨土。今日係佛七開示嘅第2日，各位居士發心嚟到呢度隨喜念佛，我哋係非常之歡迎嘅。有啲初學佛嘅人對於念佛嘅法門唔係好了解，由朝到晚都南無阿彌陀佛，南無阿彌陀佛咁樣念，其實有咩嘢好處嘅呢？其實念佛嘅好處非常之大。古人有話，念佛就能夠成佛，成佛就能夠將一切煩惱都斷盡。你唔念佛，煩惱重重圍繞，咁你身心都得唔到安樂。而成咗佛，你就能夠將一切煩惱斷盡，從而得到快樂。古人又話，佛號投於亂心，亂心不得不佛。今日非常高興，各位大德有緣聚會，大家共同喜聞佛法嘅甘露，可見在座各位累世以來與佛結緣，先至有今日嘅念佛修行嘅功德。有啲未信佛嘅人曾經向我咁樣問，我對念佛嘅法門唔係好清楚，究竟由朝到晚咁樣南無阿彌陀佛，南無阿彌陀佛咁樣念有咩好處嘅呢？對於嗰啲未聞佛法或者初次念佛唔明白其中意義嘅人嚟講，佢哋要了解念佛嘅好處實在唔容易。念佛對眾生嚟講有住極大嘅不可思議嘅妙處，一般人若果未能夠領受到呢方面嘅好處，就好難以對念佛生起好大嘅信心。念佛能夠斷除一切煩惱，使身心得到安樂。念佛嘅法門功效就係透過念佛嘅功德，生起快樂嘅感覺。而由於念佛嘅緣故，使人身心都可以保持住健康嘅狀況，人先至得到真正嘅快樂。喺娑婆世界裏邊，每個人心裏邊都充斥住各式各樣嘅無明同埋煩惱，成日都係由朝到晚咁樣追逐、攀緣、上東上西，好多貪嗔癡喺心中不停咁樣地運轉，每一日都離唔開想發達嗰啲世俗嘅事情。眾生每每由於業力嘅緣故，為咗好多唔如意嘅事情所纏繞，喺生死苦海中流轉。例如愛別離、怨憎會、求不得、生老病死、五蘊熾盛等無窮嘅苦惱。人嘅一生難免少不得呢啲咁嘅歷程。生而童幼無知，及至年青力壯，繼而韶華老去，老而死。每一個人離唔開生老病死呢啲咁嘅苦，而呢啲咁嘅苦惱每每從身心嘅執着痴迷而嚟。又例如想食啲好嘢，每樣山珍海錯都要想試下，而令到自己喺不知不覺中得到肺炎、傳染病，令到好多疾病都喺自己周圍咁樣發生。而呢啲就係世間嘅實相。本來世間就係樂少苦多嘅，呢個世界為大多數無明眾生嘅共業所生。若果要離苦得樂，就唯有求佛法，先至可以住世修行，往生淨土。又例如想成為一個醫生，就有醫生嘅專業知識，
好似呢咁嘅人就要到去醫學院去學呢方面嘅知識啦。又例如想成為一位教師，就要報讀師範學院，學習呢方面嘅專業知識。而一個人若要成佛，就要發生修行佛法，先至可以成就呢方面嘅功德。要成佛，首先要明白佛法嘅道理。而每一個人都可以在世間裏面修行，並且可以成佛。世間每一個有情眾生嘅根器都唔一樣，所以成佛嘅途徑以及所要嘅時間都唔一致。喺佛嘅世界裏邊，一切都係美妙非凡嘅，就好似一個人心裏邊想食飯，飯就會出現喺佢面前。一個人若果能夠念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就係最大嘅福報。